来看台中的房价上宽哦，国内外观光客袂少，也毋过房价大海调查指出讲，去年设计人数是15档来上少的，店家营业额比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搁较少。房价上宽是中部真出名的国际景点，但是房价大学统计行销研究小组公布2022年调查报告。去年房价上宽设计的人丁是550万人次，算起来是15年来上少的。今年的营业额是49.6亿，甚至搁比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危机的时阵也搁较少。556万人次呢，大约比2020年的839万人次大约下滑了280万人次。2022年是49.6亿元，那也比2020年的62.1亿元再下滑了一些。感觉人潮已经没有像之前这么多了。对，有感受到？对，蛮明显的感觉到。在地番仔嘛讲，这几年游客是愈来愈少，房价上宽主委王兆基认为，报告的数据是非常接近现实的情形，主要是受到新冠疫情影响，所以占消费族群3成的国际观光客无法度来到台湾，整体的消费嘛减5成去。加在疫情转好了后，游客已经渐渐变多，嘛希望政府会当提出观光政策来救一个房价上宽的经济。我们希望说有更多的好的政策能够让我们逢甲商圈来配合，那能够带动我们逢甲的经济，也带动台湾的经济。应该不是单一的现象。刚开始宣传的时候，它人很多，然后如果一段时间它没有创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，人数会慢慢减少，这个也可能是会发生的。这2个因素都有了。观光学者表示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全台湾的观光景点拢有受伤的情形。佮再加上上宽本身嘛有生命周期，即马可能是当地坐底。也若这份上新的调查报告会提供予房价上宽管委会来做经营参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